明明我閂咗門，點解仲有聲嘅？唔通仲有人喺博物館入面？咪啦，等我再入去望一下先。我大秦南征北戰，一統天下，終結500幾年嘅紛擾動盪之局。吓，我冇聽錯啊？點解你哋識講嘢嘅？唉，俾你聽到，我真係太口多啦。我係將軍勇，係大秦嘅將士。都叫咗你等佢走咗先講。冇錯，我係貴社勇。我哋大秦嘅功勞同劍無堅不摧，加上兵力強大，喺戰場上所向披靡。我係漢騎馬勇，平民百姓嗰時都唔想日日打仗，好在天下一統之後，國家穩定咗，我哋先可以安心種田，好好生活。館長，你嚟得啱啦，你睇下。唉，原來係你哋，哈哈，唔使驚喎，我成日都同佢哋傾偈嘅。秦漢嗰時真係好犀利㗎。真係？嗰陣有幾犀利啊？秦漢嘅時候，國家一統，無論喺政治體制、社會經濟定係文化思想，都對之後2000幾年嘅政治同埋文化有深遠嘅影響。我同貴社勇都係當時為大秦出征打仗、出生入死嘅戰友。嗰時秦王統一天下，建立秦朝，成為始皇帝。佢訂立咗好多唔同嘅制度去管治國家。估唔到可以喺當事人嘅口中聽翻啲歷史，好新鮮啊！秦始皇建立咗有系統嘅官僚制度，再進一步推行咗統一貨幣、度量衡同埋文字等等嘅政策。漢朝就繼續沿用呢啲制度同埋政策，其中5銖錢更加係中國歷史上用得最耐嘅錢幣。而呢個陶錢範就係漢朝時用嚟鑄造錢幣嘅模具。嗰陣統一咗貨幣之後，買嘢方便咗，交易自然多咗。其實統一嘅制度真係好緊要，唔單止係為政府更加有效率咁管理國家同埋人民，亦都係改善緊百姓嘅生活，影響好廣泛㗎。館長，你講得冇錯，生活喺全國唔同地方嘅人，終於可以用一樣嘅貨幣做交易，用一樣嘅書體文字溝通交流，用一樣嘅量度標準。咁就唔會再搞到好混亂啦。聽你哋咁講，又真係喎。館長，介紹多啲秦漢朋友俾我識啦，好想繼續聽佢哋講歷史啊。今晚都夜啦，下次再介紹啦。